台湾的疫情一天比一天较严重，前感染科医师林世平呢，估计台湾至6月份的是会到上关点，这段期间拢应该精神死到确诊数一天超过10万人，拢有可能。甚至这一波疫情，台湾的死亡人数有可能超过1万人。所以，我提醒高风险族群、甲老大人一定要赶紧去做预防针。是讲公益专家陈秀熙嘛提醒讲，对大部分的人来讲，这个病毒未去造成马上的伤害，也就是讲，你要调整甲病毒共存的心态，正面去迎战病毒。大家拢想要伫咧餐厅内底食饭，无想要搁因为隔离无法度去上课。面对逐天超过纪录的确诊数，专家预估数落来1天万外的确诊是正常的代志，所以民众拢爱有心理准备。台湾即马都要开始到社区大规模的染疫，压晚一点，可能到6月初，我相信就会到一个很高的地方，然后最高我觉得10万以内都可能。合理的估计，假如说300-400万人确诊，我觉得大概会接近1万人逝世。参考各国死亡率，美国上悬来到1.22%。疫情初期防疫政策和咱相像的香港和南韩，死亡率分别差不多是伫咧0.77和0.13，就和囡仔预防射比例拢做个正悬的纽西兰死亡率是0.07。所以要台湾的预防射注射进行和实行的防疫政策，死亡率可能伫咧0.25。若是以400万人来算，差不多到1万人死亡。即摆上要紧的就是开着动静的是大人和高风险的族群。不过专家嘛提醒，唔免太过惊吓，做好防疫，心态嘛要知影，即嘛这个时代爱和病毒共存。个案因为打了疫苗之后，我们大部分都是无症状的个案，避免它不要变成重症，适应这样的一个欧米伽的流感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，来跟国外接轨。专家强调，虽然病毒传染力拖个真强，不过对大多数的人来讲，必须互人有性命危险，配合快态和防疫政策，正面对抗病毒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